周吉佩、古卓文同黃渤3位中年好聲音3季嘅冠軍，更為慈善作出首次同台演出，令觀眾聽得如痴如醉。你還有在想嗎？你要不要回家？人總是想失去才想要珍惜。東西怕能是那麼的動人，仍在想共你多天某夜。傾斜的雨絲，傾斜的你與詞，傾斜的真我，有你手法亂了，根本撒嬌，配着我不敢輕佻會夠了，情結曉，你做錯事了，讓你手法亂了，而你亂了，我就代表三樓都搞錯了。我其實好期待㗎，師兄話今晚放出嚟啦，我就想睇下放到幾多，我接唔接到先。係，咦？我覺得佢今次嘅訪問同上次我哋3個嘅訪問咧，佢真係好似放咗啲喎。係啊，因為我發覺到阿博咧係好文靜嘅，即係佢都需要時間去融入我哋呢一個咁嘈嘅環境嘅，唔係，我哋呢個咁大嘅家庭嘅，咁就佢一路咁樣去即係熟咗啦，咁啊一路慢慢就越嚟越 close 咁樣。咁我哋頭先 rehearsal 嘅時候都係見佢越嚟越放嘅，因為有對望啊，大家 jam 歌咁樣嘅，所以係越嚟越好嘅。哦，係，你哋做咗啲咩啊？你有冇？冇啊，即係日對夜對咁咯，日對夜對啦。因為其實主要係因為我哋好多音樂上好多溝通，咁其實就自然就會熟絡咗。